幸福好厝边，随意好料理。哇！我拄着阮家乡的边仔，住鹿港的特别亲切，你知道？我看到你像咱我一直想，阮某我从阮某结婚20几年，我一直认为讲哦，全鹿港哦，应该是差不多谢怡君上水咯。绝对是。看到看到你进前啦，看到你也嘛是嘛是伊较水。系啊，安尼好。边仔水，都安尼拢袂得失啦吼。哎，讲咱鹿港哦，你做囡仔时一定捌食到这项菜。高丽菜饭，用简单的，就是咱伫厝的吼，就当做的吼，高丽菜饭。高丽菜饭吼，就一定爱配一个。我印象中囡仔吼，阮老母啊，阮阿嬷啦煮高丽菜饭，一定会煮一个排骨菜头汤。绝对是。嘿，对排骨来，咱先，这排骨吼，因为较久先互控。好啊。吼，咱这排骨吼有烫水过咯，有就是讲的有杀过咯。杀我讲。一般吼，你来咧杀排骨，因你无杀过，就去煮汤吼。有泡嘛，会垃圾泡啦。你会冷水杀，还是烧水，还是滚水就杀？我会冷水呢。为什么？唔知，我看阮老母拢安尼用啊。对，一定爱记吼，因为你来烧水落去杀吼，你一直杀落伊外口缩起吼，伊的血水走袂，血水走袂出来。你尾下佫细搁落煮汤，伊个共款血水佫走来，共款佫垃圾去。所以要用冷水就落去杀，咱这杀好才排骨先黑了。好，来，咱切一丝姜片哈，来，这我先切一哈。等下迄排骨，要把迄菜头你切来，菜头较大条。菜头我切到。嘿。菜头吼，来我问你一下，菜头是寒人的菜头较好食，还是热人的菜头较好食？寒人的。是安那？因为敢若拢过年的时阵有菜头汤。哦对。我是安尼想的。无因为你捌听到一句一条歌啦，嘛算一句话，6月果菜家有心。家有心哦，有。捌听过？为什么叫做家有心？就表示伊是放心的。哦。放心的菜头，甲6月果菜家有心，其实是同款意思。为什么咱讲是热人甲寒人的这种菜的分别？除了你煮菜物件，连这根茎类嘛在。唔是，因为咱咧做一个中破菜，你爱对你做食材，伊无共款的季节性，伊的迄个伊的产季，伊的产期，你拢爱了解。你这在用什么时阵来煮什么物件？因为你无对唔对的时间煮唔对的物件，煮起来迄物件就无好食。无对时。无对时，嘿，对，啊，你甲我讲话，好，来，咱这个，这。3层吧吼，若要煮高丽菜饭吼，来用3层，有带煞油。嘿，我不是，这有带煞油啦。嘿，对，用。所以嘛无用油呢？无啊，我咧沙菜你看我安尼，真安尼倒油，然后接用油落煸着。伊知啦，伫厝的吼。我看阮妈妈伊拢用油，用猪油落去。猪油前面拢会点水，就买盐落去买猪油所以嘣，只爱煮猪油。个煮个散猪油，散规汤对吧？是有油泡啊？用猪油泡落去煮这高丽菜饭才有好食。哦。有啊，阮家的灶台拢有散好的猪油。哇，安尼看起来咱2个年纪嘛差不多嘛，咱差同时代的人嘛。因为即摆少年囡仔哪有看到？真的啊，哪有看袂到？嘿，但你看遐少年着，哇，菜头互你切，吼，我这先来用者。这2块互我看卖。哈？这2块。唔捌食去猪嘛，嘛捌看迄猪咧行路你。无啦。你袂晓切菜头，但是你会水哩哦，因为这个。我嘛随意啊。因为这个无随袂紧，但是安全第一啦。我是惊。来，我看你个，我看你个这个我会刷。袂啦。安尼个伤粗鲁啦。伤粗鲁，我想讲安尼食一块。我规条落去。哦，嘛是会使。规条落去。规条落去嘛会使，规条落去煮起来，再搁切就是咱个关东煮。哦，对。对吧？你先切对半，变过。有啦，这阮阿姊有搞教。变过。好，重点是手要留咧哦。手要留咧哦。无啦，这安全第一。OK。好。会使哦。好，但就说你哦，迄分起来吼，会去烫着。烫着会干。会干都袂糊咯。来，这红汤头，红汤头煸者。再来香菇，大香菇吼。
这就香的哦。哦，这足香水爱流的，香膏水啊。流咧嘿，流这个金膏虾，金膏虾，来，互你拉一下来，换你拉一下，我来切煞红菜螺丝。我感觉当个鹿港的感觉呢，我咧煮菜真正有迄 feel 咧。来，咱红菜头吼，甲这个蒜头换人都炒者吼。是食拢全部弄。拢都该炒，嘿。是啦，伊个哦。这阵拢无掺油呢吼。有啦，我拄则要掺沙，嘿，因为咱这迄个肥肉无真多，嘿，你若肥肉多吼，就唔免，好，炒了，啊，高丽菜好落来哈。哦，高丽菜嘛是寒人的时阵高丽菜吼，足好食，啊，你高丽菜掺较多吼，迄饭吼，哦，足甜。我拢用迄菜来食，饭拢卖食。你用爱食菜，好来啊，开始要调味了哈。来，咱说豆油，豆油，来用这较袂失手去哈。我煮食的时阵上惊一个。惊豆油，咱豆油莫下多，咱要伫伊个芳开安尼吼，盐酸嘛，因为下多会伤乌。嘿，来啊，嘿，盐酸嘛，啊，胡椒粉。其实这高丽菜饭吼，啊若外面是咪变高丽菜？变炒面啊！对。你看这饭吼，咱看咱饭吼本身的条件，你若讲为爱食较淡润的吼，较淡湿的，你就会使去加煞水吼。你若要讲哦，要像炒饭安尼，吼伊粒嘛是会使哈。这个所以这煮物件无绝对的，对。因为每一人爱食的口味无共，为爱食粒啊，为爱食较。你介意食倒一项？我较食较淡的，较淡的，小可淡的，嘿。我感觉嘛是。你嘛是啊，无水来刷，少刷。因为咱大厅煮的就是安尼啊，咱大灶煮的高丽菜饭就是小可淡。哇，这个味，这个声音吼。听起来袂歹哦。好咯，你咸这个掺者哈，宝宝你个掺者，我这个高丽菜饭嘛好咯。好，安尼等叫囡仔倒食饭咯。好。食饭。对。来哦，古早味的高丽菜饭，啊个菜头排骨汤。阿公的菜头汤。我唔知讲，我煮这个高丽菜饭，互你想起恁阿嬷。其实我迄阵会想要来做这样菜，嘛是因为我怀念阮阿嬷迄种，咱互规家迄感情，大家有一个足好的一个连结。我感觉，互大家一个足好的记忆啦。希望今介绍的这个古早味的这个高丽菜饭，啊，个这排骨汤啊，大家当介意，谢谢大家。